Hello，大家好！經過上次嘅一番激烈嘅作弊程式對決，我哋嚟到第二關，我哋嘅貓咪俱樂部多人跑步續集。咦，Jimmy 成日作弊。係咯，Jimmy 作弊王。我見你好似睇你作弊。我這錯到乜的？喂，我開拍頭好難。出到。咦？做咩？哇！我同咗邊睇到嘅。喂，瞓覺先啦，喂，大佬。出到。喂，瞓覺啦。你把聲好細啊，都聽唔到你把聲。OK 啊。喂，做咩唔瞓啊？瞓咯。Sleeping dog。喂，出到。喂，唔好玩啊！全部俾我拱晒落去。喂，我這去錯到。哦。何？我。何？ちょっと待って！唔好再玩啦！我引夠你啊！待って。個命令方法冇咗啊！喂！啊，嗰啲人上晒。No。哎，算啦，我要開作弊啦。喂，做咩剩翻呢度嘅？條圖啊！喂，你屈我！哦，連環跳失敗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哎，算啦，唔理啦。飛龍在天。
喂！ちょっと待って我嘎达零头。我跳過嚟啦！無聊。唉，算啦，今日實況到此結束啦。如果中意本影片嘅話，可以喺下面撳個 like， 隨時仲有可以留個留言。再見啦，拜。